下吼，咱花手伫娃娃车吼有2台哦，来，嘿，内底买当听吼，就是就没有那个太阳了哈，你可以进去里面，进去里面。好，不忙，这是真多吼，托儿所，咱的幼儿园。这2台娃娃车，要承载的就是神的恩典，要来充满在所有的小孩子的家庭。凡是进来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爱的种子在里面，而且这四链拢总2台都8链当伊伫迄个讲鹿港地区，伫福兴地区伫遐咧开的时，就将上帝的恩典伫这个中间来传播。当咱咧每工咧跑的时，就将上帝的旨意抛伫咱这个所在。咱是用安尼来祈祷，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想使阮也有幼儿园，主，阮在这个时间是你为阮设立的。主啊，阮来伫这个时间的顶面，阮就伫遮来祈祷，来祝福。阮上帝，你使用阮伫幼儿园所做一切，把阮为了这2台新的娃娃车，阮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互阮伫娃娃车的顶面看见，伊毋但是真侪平安安全来接送这个囡仔，伊也要真侪协助你来传扬福音。每一个人当伊看到爱育幼儿园的时，因看到爱育幼儿园，看到爱育的时，因就会当受到上帝你的恩典，因就知影讲这是主耶稣基督你所赎回的。主啊，愿你大大做工伫阮的幼儿园，伫阮的教会，互阮个人真侪见证上帝你的名伫阮所徛起的这个所在，哈利路亚！愿一切的荣光归乎你。每一届当伊启动马达出去的时，就亲像一个宣扬的列车同款，就是亲像一个宣扬的汽车同款，就将上帝你的福音要传扬遍遍伫阮的这四周围。感谢主，愿你的圣神甲阮的娃娃车，甲阮所有的幼儿园，甲阮所有兄弟姊妹同在，对这时伫改变世代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，阿门！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乎咱的主上帝，愿上帝也赐福保守咱每一个人，拢出入平安。阿门。好，咱会当去食饭。